为推动公园设立体育运动专区，有立议员林依婷、蔡小薇、朱正轩、周家伟、李宗翰等议员，上午共同邀集市府动保处、甲南区几位里长召开记者会。因为动保处伫去年底已经发包3个的体育运动专区，将分别伫东区、永康甲南区选定公园来兴建。其中南区就选伫民和公园。议会议员甲里长大多数拢赞成，但希望外界莫将体育运动专区甲人的收容专区南做伙。围栏把这个区域宠物运动专区的区域围起来的，所以我们是完全隔开，让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要运动的这些长者，他也不会受到牵着牵绳狗狗，或者是他突然会怕狗，他会受到影响。在游戏专区玩的小孩也不会怕说狗狗是不是会突然冲出来，因为这个围篱是有150公分的，其实小孩爬不进去，狗也跳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这个是让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相对于现在，其实它是相对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宠物专区，让毛小孩在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区域里面，除了它可以自在的奔跑以外，它的这个排泄物，我们的宠物的主人更可以聚焦说它是在哪一个区块，更好去做一个捡拾的动作啦哈。那第三个，我认为我们既然有编列这样的经费了，我们更希望是在台南市的每一个区域里面去平均的来做这个施作的部分，让所有区域的一个宠物的饲主呢，他的毛小孩可以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空间，再去这里做运动。那我想应该还是要再次的强调毛小孩的这一个宠物专区，绝对不是让专区。今年度，阮议会交市长这边有支持啊，交大家民意代表会安听啦吼。今年也搁有，那我也是希望说，区域一些会使平衡，有机会啊，大家有需求会使来争取吼，互这个宠物公园会使。离咱的所在不是一个险恶设施哦，我不希望它变成是让友善的这些动物来。为伫南区民和公园，因为占地大，平时嘛有爱爸爱妈带着宠物来公园。未来如果规划一个运动专区，而且有围篱来隔离，不但会用个互宠物伫个专区内底走来走去，而且嘛毋免惊去伤着人。宠物的饲主嘛拢真赞成。狗啊，会带来遮拢足乖的啦。嘿啊！以后讲这个专区是有隔网啊，大概隔150公分的网啊，互伊伫内底走，你感觉对狗啊好啊歹？好喏，大家啊爱狗啊，拢也足欢喜的。现在台南有安平甲南营绿都新2个宠物公园成功的案例，今年将增加东区、永康甲南区3个，希望台南市未来会用成为宠物的优先城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